我们来到宜兰，我访问嘅係民進黨提名嘅，也係上海競選連任嘅鄉議院長林春祥。院長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宜兰的客家人口比例并没有到那么高，就是其实不到1成。那为什么县政府会特别想要把客家这个元素强调出来？其实宜兰强调文化立县，也最早从事叫做本土母语教学。好，那当然我们经过很多的这种文史调查，知道我们宜兰人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客家族群，只是因为这个都变成福老客了哈。那我们这个在几个乡镇啊，我们三山国王的庙的比例非常的高，那表示这个族群啊，应该是要对于这种需要被族群来做文化的这种传承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来给予重视。县长，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您执政这几年，在客家文化相关政策上，您最着重的是什么？有做到了些什么？我上任以后，我觉得我们既然要重视这群客家的乡亲，那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的专责单位。那过去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民政系统在这个在其他的业务来做承办。那我上任以后就特别成立了一个客家事务科，好，那专责的单位，我们科长还特别找了具备有这个客家这个血统或者是懂得客家文化的这个同仁来担任这个相关的主管跟业务。那同时，因为宜兰县也有客属总会，分别在三星或者是东山或者是我们大南澳地区有一些他们特别重视客家文化的这些老一辈或者是我们也文史工作者，所以经过他们的特别的呼应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相关的政策内容能够来特别尤其是中央这几年也有一些对应的，比如说3大节庆那我们县政府也积极配合这3大节庆来办。那宜兰因为分布地域的关系，着重都是在三星、东山，或者我们一部分是在苏澳。那我们就宜兰办活动一项，我们都会跟在地的农特产品或者节庆一起来做融入。所以这几年的这些文化寻根跟对这些文化客家乡亲的这种认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办了很多活动，让他们来参与。您觉得在客家语言的传承上还可以做什么吗？我们现在的策略是，我们在几个这个中心学校，譬如说我刚刚讲的三星，我们有县民国小，那东山的话也有几个国小跟连山，我们就是针对这些一定族群的这个场域的部分我们这种母语教学来特别强化。然后第二个，我们就鼓励能够有这些客家母语认证的老师，因为师资最重要了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也观察到，没有语言做载具，那他要重新认识他自己自我的认同，或者是了解这个文化，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就好像我们依然也有原住民，但是如果说没有认识原住民的语言，然后当成沟通的工具你要认识他真的是很难而且是很表面的很表面的，大概你只能参加他的什么活动。那我们现在其实这几年透过活动来那个让这些隐性的客家族群他们真的去这个亲自参与、亲自接触，然后认识所谓客家文化的美，那个美的那个内容里面在生活或者是说他们来到我们这片土地开发的过程。其实过去我们在这种发展的过程里面闽客或者是同样是闽南不同场域来的，曾经都因为开发生存，然后发生很激烈的这个斗争。那其实这里面就可以找到很多元素或者是故事来做比较深化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接下来如果您连任，您会有特别具体想要做哪些东西？还有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活动，或者说哪些作为，您觉得说其实它的效益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有点它可能比较表面的东西，可以以后不用再做的？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从天穿日到这个我们的三山国王桐花季，那个当然就是一个让它能够彰显客家文化，让更多人认识。那真正要比较深化的话，我们觉得，譬如说我们现在三星根据调查已经达到30%几哈，超过1/3的这个人口比例。那东山是将近70%，那应该更有那种叫做有一些生活场域的聚落，要有一些真正的实体譬如说客家文化里面有很多这个跟闽南文化不同的生活习俗或者是这些内容。你像我们看到有参加了那个相关的这个文化活动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一般闽南人的朗塞跟客家的朗塞那个塞是不一样的那就可以从那个节奏或者是那个形式当中去了解它的不同。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接下去县民议院给我任期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深化。现在2个公所都已经申请客委会的这个叫做客家文化这个形塑的这个专案那我们会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计划都在做整合，譬如说我们客家族群分布在东山或者是这个三星都是在这种比较乡下或者是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那我们现在会配合农村再生的这个计划，就把这个计划深化在里面。因为依然我们一向做社造，过去我们做得非常的早。那如果这些聚落已经呈现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好多三山国王庙，那这个聚落里面我们就以这个信仰中心跟它的这种生活的产业生活跟产业跟周边的环境把那个情境再布置起来。那我想这样的话透过生活的过程去认识自我自我认同，这会比较快的。我们很多客家乡亲，他们都是从事农业，农业也是环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宜兰的环境，其实，我们住在台北人就会知道，其实很多人在周末假日很喜欢来到宜兰，觉得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很清幽，然后觉得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会很好。但是除了环境的维持以外，其实您包括这次的选举，就是您的对手也会提到竞争力的部分，就是维护环境跟要提升竞争力，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矛盾，是觉得很难去达到？然后您接下来要怎么去做的？我们应该先从所谓竞争力，它很多硬指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那在宜兰的先天条件，它就原来就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在宜兰长期的发展，我们一向有自己的坚持所以我们这个定位就是为宜兰发展的定位发展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说我们宜兰那么早就拒绝了污染性的工业，所以那个部分的竞争力我们是宁可不要的。我们重视的叫做永续发展，因为永续发展就是说一方面有人要追求速度比较快的，可是那个牺牲会很大。那我们要追求的是速度比较慢的，然后是环境的承载力，在土地的正义、世代的正义都能够兼顾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容许说我们可以想得更清楚。雪隧通了以后，开发的压力现在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又要维持好的生活品质跟环境品质，又要让大家能够有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能够达到的这个目标。其实那个有时候是比较两难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客家乡亲在我们宜兰县境里面，比如说现在在东山，我们有好多个休闲农业园区，这些休闲农业园区里面有茶园的部分几乎都是客家聚落
包括大同那个玉兰的部分，你看，客家乡亲都过去在这么辛苦的情况，到那么偏远的聚落去开发，然后慢慢形塑一个村落的美，甚至说在能够跟生活、生产、生态三生共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这种典型啊，就是我们依然要发展。譬如说，好，你所谓的经济，它是农业，可是它农业加这个生产加加工，然后加休闲，那它的产业就会升级，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就愿意回来。那观光客能够进来，那我想这样的话，他的生活也能够维持基本的他的步调，或者是也能够让大家去体现、去分享。那我们要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算经济发展的压力那么大，在您的规划里面，观光加农业，其实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县市的主要的产业的吗？如果我们对应现在看，大家比如说最近大家很担心的食安问题，那食安问题，如果说我们依然把环境保护好，把这些产业把它配置好，尤其是农业，那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有好的农特产品，能够又这个达到一定的这种品质，那我们又接近大台北的生活圈消费市场，那他们的价值一定可以来给予确保。那像你看三星，我们客家聚落最多了，三星葱、三星上酱梨或者三星的稻米，那每一个在市场上价格都比一般的都还要高。那这样的话，表示说我们给予一定的这种那个一定限度里面的那个自我的品质的要求，或者是说我要建立一定的品牌，那这样的话，大家只要这个有心来做，应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农业这方面呢，您非常有信心，就是它现在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其实顾好是更重要的。那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每个县市都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农地越来越少，渐渐消失。然后之前宜兰这边其实盖农舍的状况有一点受到关注，就是可能有一点严重。那这一点您怎么看？我们现在宜兰的农地最重要是雪隧通了以后，大台北地区都会的人喜欢田园生活，就跑到宜兰，因为近，有点变卫星城，近，然后也觉得我们这里很美，跟苗栗新竹一样。那因为我们这里土地相对便宜，所以又加上农发条例把这个方便的门打开了，所以盖的数量非常的多。那我们接续下来的策略应该是这样，为了要保护优良的农地，我们要有一个自治条例已经在议会通过了，我们要划设一些生产专区，把这些优良农地把它划定好。那当然，相对的，因为现在法令，农地这个主人他还是有开发的权利，我们会来规划适当的场域当时在农发条例它有一个配套叫集村农舍，我们还是让这农舍要集中在一个适当的这个地方来盖。那也不要变成散居式的，这样对农地的管理，或者是对将来的这种安全，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这种污染的防治都没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那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可以居住的空间里面，我们尽快把一些交通跟机能的条件再把它补足。那我想，大台北地区愿意来宜兰居住的这个朋友，他大概除了田园生活以外，他还是要享受一个更悠闲的慢活的这个情境。我们又有温泉，又有好多这个其他的条件，我们在适当的区域里面，给他有更好的这种生活品质。像我们现在县政中心这个场域来住也不输农舍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做这个引导他在适当的场域来做聚落型的这个居住。那再来的话，我们现在对农地要盖农舍，将来会门槛也会慢慢拉高。我们在就像宜兰的环保标准一样，我们过去在全国的标准，我们都还会加严标准，这样的话才能够表示我们的
那种决心跟态度。在慢活维持环境这样子的大前提下，又要经济发展，您接下来的想法会是什么？我们主要的政策现在讲整个产业的策略啊，我们都看到哈，包括现在台湾整体也面对产业发展的困境，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的城南基地啊，这个地方是所谓的软体园区，也就是说它是研发的基地。好，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希望在这边就要引进更多元的这个高科技或是白领阶级的人才能够进驻。那因为它有一些局限，因为当时开发许可的时候条件门槛比较高。那我们现在跟竹科管理局在合作，希望它盖标准厂房。我们吸引现在在南港或者内湖现在已经饱满的这些业者能够进到宜兰。现在很多潜在厂商都已经在准备。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的产业还是需要有更多创意经济的可能，就是产业转型。那宜兰刚好是在大台北的周边，那我们这里相对房子便宜，各种的营运成本便宜。那我们希望，我现在接续要开发一个中心文创基地，我们把宜兰当成是文创的场域，那鼓励年轻人能够来这边发展创意创业。那这样的话，我想年轻人愿意进到宜兰，那当然他把大台北或者是全世界当成他的市场。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要发展创意经济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再来就是，宜兰县有很多原来的传统产业，其实传统产业能够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很高。那我们现在慢慢来培养他们，有更多的这种竞争力，包括有中央的 SBIR， 我们地方也有 SBIR 的这个辅导策略，让他们能够在技术跟服务创新上面能够加值。那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失业的状况是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很多工厂还是缺工，可是有一些年轻人就觉得他找不到工作，因为这个那个要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内容确实大家各有所图。所以我们现在就积极要从学习因为我们现在12年国教刚好在推动，我们在这种育才这个部分呢，要为未来产业来这个安排适当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准备。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积极，除了我们自己这个国中国小分流的时候适性的辅导把它做好，高中高职这一端我们来跟他合作，然后我们跟在地的几个大学，包括宜兰大学或者是几个学院，我们也跟他签一些合作，把这些厂商需要的人才，他不要等到毕业才找，他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来跟这些需才的公司来建立长期的人才培育的系统。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在产业策略上面来讲，有一些适合在地发展。当然，依然现在是观光服务业是比较发达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饭店呢，大概有10几家。那所以将来的这种观光服务业需求的人才量也非常的高，不过不一定每个年轻人都会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嘛，所以我们会积极跟北部的这些相关的学院来合作。那将来这些饭店要进到宜兰服务，虽然我们现在有跟他规定要达到一定的比例雇用在地的人才，不过现在他们也给我们回馈，有一些低阶的人才是很难要得到，所以这个部分人才的这种需求，在整个这种跟产业的均衡需求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做很多的调控。10几家有估算，这个是宜兰可以承受的，就是他会不会去抢到民宿的生意？应该是说民宿有民宿的生意，那旅馆饭店，因为这些这个大型的饭店来，它一定要经过市场的这个评估嘛，那我想每个投资者他会选定宜兰，因为他们选定的区位大多数都是在风景区。那我们现在的压力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将来要带入这么大量的观光客的时候，我们县政府还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好，这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要这几年持续的观光人口的这个成长哈，这个来客数成长，我们现在发觉在地的民众抱怨2/7生活品质下降，也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太多人进来了，跟大家抢餐厅、抢那个小吃或者是抢那个在地的农特产品，反而把在地的这种物价也吃贵了。那当然有一些得利，有一些不一定得利嘛，所以我们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控管把它做好。第二个就是提供更多的供给，就是观光客来不能只有我们现在的风景区，我们还要建构更多品质更好的观光服务的设施跟场域。我想这样的话，除了提供原来的好山好水，每一个观光客来，我们要建构一个友善服务的条件我想这建构的不只是宜兰的品牌，也是台湾观光服务业的品牌。我们一向对现在县政的发展，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比如说我原来这一任提出来是幸福立县我们希望能够建构给大家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里面我们有6大面向来涵盖。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宜兰整个课题的掌握跟我们的准备都非常的成熟，虽然很多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往下的走的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呼应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大家关心的其实是公平正义、分配正义的问题。然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大量的开发，那台湾也面临的一个就是觉得好像要注重世代正义，要很多的事情要能够永续，不要继续这个花光子孙的钱。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那这样的话包括很多社会福利的面向，少子女化或者是高龄化社会，宜兰高龄者已经比例非常高了。我们怎么样建构一个这个因应新的12年国教，家长对于教育系统这个不信任，那宜兰原来这一个部分我们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很早就做实验性教育，我们希望在宜兰打造一个非常适性或者是多元教育的内容，也能够吸引教育移民。那再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种宜居的环境，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大家很重视安全不管是极端气候的安全，或者是都市防灾里面的安全，以及各种生活内容当中包括治安，包括饮食的安全。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宜兰都可以发展成为可以让大家选择想要一个宜居环境的一个这样的规模的城市我们也不贪心说我们一定要跟大台北一样要跟它一样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选择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内容，那样的一个这个指标是很难达得到，但是有舍有得。客家新闻今日来到宜兰县，首先要访问的是宜兰县国民党提名的县长常宪营邱淑媞参选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邱淑媞。宜兰这边其实在客委会的调查，对客家人口比例其实不算太高，大概6%、7%，对，其实也还是有不少7万多人，对，也还是不少的客家乡亲。尤其我们其实之前去采访，像罗东的北城礁溪、林尾这些，其实都还看得到有那个石碑写客人城，这样就可以追溯得出客家的渊源。那以您在地的了解，您跟客家有没有什么连结，或者说您对在地客家的印象是什么？是，其实北城这边的客家庄还有像我们
还蛮特别的，就是在大同乡是我们的原乡，也有客家庄哦。那我其实前几天刚去拜访了大同原乡的客家庄，非常特殊，也就是说它在这个松罗村的玉兰巷。那么这一个村庄呢，只有大概2户是原住民，其他都是我们的客家族群哈。但是呢，这个族群中的之间的融合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客家人在我们大同乡呢是协助推广了茶叶的发展哈，所以我们的原住民对于客家人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的尊重，非常的肯定，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应该叫原客融合的一个客家庄这样子。那可是大致上来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宜兰县这边的我们的客家族群已经比如说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可能闽南话讲的非常的标准，但是已经不太讲客家话了，会比较会担心说在这边的我们的客家族群，这个是不是叫做扶老化哈，比较已经比较多了哈。但是我会感觉说，其实它整个的族群的数量其实不算低啦哈。当然，你如果跟苗栗、桃园来比是不能比，但是跟其他台湾很多的县市来比，这个比率其实还是有相当的比重哈。而且我在基层拜访，我到处都有拜到三山国王庙，所以实际上都表示密度很高，大概有40间的三山国王庙，那表示我们客家族群在宜兰县这块土地所走过的地方是非常的广。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急迫感，怎么样把我们的客家族群相关的聚落还有他族群居住的状况，虽然过去客委会也有做过调查，但是怎么样做一个更深入的调查，然后寻根探源，那真正的是做到多元文化的尊重跟复兴，我觉得是很重要。那宜兰县政府有成立在这个有成立一个这个客家事务科，但是我有上这个网站去看相关的资料其实非常的单薄。那目前主要是看到几个 Q&A 那几个主要的问题提一下。那么甚至于也没有看到对于我们既有的客家文化资源的连结，比如说连到客委会比如说连到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客家电视台，因为这2个其实是我们现有的很专业的跟我们客家文化有关的资源的平台。我觉得当然政府要去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做，当然不容易，但是最起码我们扮演一个，我觉得有心是第一件事情，有心以后我们把既有的资源可以转介到我们宜兰县来，作为一个媒介，然后唤起宜兰人的重视其实在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有7万多个客家朋友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然后把客语客家文化、客家文物能够介绍进来，然后也让我们在地的客家子弟，当我们想要去寻根探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便捷的管道，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尊重跟复兴的一个角色。我觉得第一个善用既有的资源，但是第2个就是你要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去把它活化起来，让我们这块土地有很多客家人，让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客家人其实可以再多去了解我们自己的祖先，多去了解我们相关的这些文化等等，然后多去用我们要用一些活动把它活化起来。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去做到的。那另外，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要做的事情叫做呢，让我们客家文化呢在宜兰看得到、听得到。那这个看得到、听得到，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像有一些我们宜兰县还是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客家建筑，但是它是可能散在一些角落那我们怎么样也是透过这些活动把它介绍出来。
那另外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一些聚落，像您刚刚提到的，像北城，那像我去拜访的这个松罗村的玉兰巷，那我都觉得说，这些聚落的话，我们怎么样让它在视觉上，因为视觉是一个最直接看得到的宣传哈。那在这些地方，我们的整个的装饰上面，包括建筑哈，包括它的一些装饰的像我们有客家的特色的客家花布这些图案，能够把它装饰上去。然后呢像在玉兰这边，当然它是茶叶是一个特色，可是餐饮然后把这个餐饮介绍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民宿客家的民宿把它做起来，这个民宿本身的建筑能够把它建筑成一个客家典型的一个建筑那这样的时候能够促进我们偏乡远乡的观光，但是也透过这样的观光的促进，包括我们在地人去这边去参观，去使用这些餐饮，那其实或者外地的人来，那都有助于大家对客家文化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在这民宿里面，它也可以展示一些客家的文物。那我为什么这样讲，而不是去讲说我政府又在盖一个客家文物馆？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你县市政府的资源有限，然后也很多我们客家族群比较多的县市，它已经有盖了文物馆，你依然要再盖一个胜过他们，其实是不容易，而且缓不济急。可是我们如果善用民间的资源，我今天做一个客家民宿的时候，我当然就想要去呈现我的特色。那这样的话，其实善用民间的资源，然后它又会有它的收入，那去吸引资金来投入，是一个更快的方式。那在教育的部分，我觉得像在我刚刚提到在学校另外除了学校以外，我们也有社区大学那我们有地方的媒体。那我觉得透过地方媒体，透过社区大学，透过学校，我们也做一些适度的行销。同时尤其是在学校，我刚刚提到办话剧比赛，你如果这个是每一年办，持之以恒的办下去，它效果会很好。然后呢，能够有客语的社团那透过社团活动，你也可以源源不绝的把这样的语言做一个推广跟传承。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重要。当然如果我们在地也可以发展出一些客家的出版品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像我刚刚讲的，你继续善用已经有的出版品，你拿来这边来透过，因为你有一些活动，有一些社团，你可以去来贩卖让它更广的人可以接触到。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不管是客家乡亲，只要是宜兰在地乡亲，都很关心生活环境跟未来发展的问题。那其实宜兰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常常就是杂志的排名，其实它都还蛮前面。那大家也很喜欢来宜兰，觉得好山好水，然后是一个蛮绿的城市。不过也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农地上种农舍，不是耕种，不是种作物，对的问题。那这一点就是农业它跟工商发展中间的矛盾，您怎么看？觉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谈到这个部分跟刚刚谈到客家文化传承，它是异曲同工。怎么说呢？就是一块土地，你是一个健康的土地或健康县或健康城市的时候，这当中有一个元素，就是对历史的一个珍惜，然后对多元族群的一个尊重那对历史的珍惜上面，其实土地的一个永续，还有农业的永续其实很重要。农业永续不是只是农业而已，它关乎到我们的粮食安全，关乎到整个地球暖化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保护，都是其中一环。那我们会看到宜兰有一些传统的价值，它有点在流失，不是只有农地流失，它是传统的价值被流失了。过去宜兰是最早的党外运动的地方，可是比如说陈定南喊的环保，你去看到现在整个农地的消失，然后甚至到处的这个开发跟破坏，那这当中跟我们的土地的保留、农地的这个保留，因为事实上农业的保存是环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根本不珍惜农业、不珍惜农地，然后到处腐烂的开发，事实上这个本身就已经违反环保了那宜兰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它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在一个历史的东西变成口号，它在一个去讲求一个满意度的表象，
可是实质的内涵不见得是那么的好。比如说杂志的调查，它被拿来一直挂在身上的光环，其实是一个满意度的调查，但是在竞争力的调查上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同样《远见》杂志的调查，它一期呢是讲满意度，另外一期呢在讲竞争力。而宜兰县在扣除了3个离岛县市的19个县市当中，它很多的竞争力的排行是排在后段班。比如说在就业与经济力，比如说在治安，比如说在财政的部分。那最近《天下》杂志的排行，它在它的社福力、经济力、它的施政能力上面的排名也并不是很前面的。这个所谓的幸福城市的排行，其实宜兰县并没有排在前5名。那它号称为幸福宜兰，可是它真正幸福竞争力的排名，它也并不是排在很前面。那这个就是说，整个宜兰的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宜兰价值？宜兰价值它应该是健康永续的，它应该是一个重视内涵的，而不是一个讲表面的功夫的哈。那所以包括农地的问题，包括事实上宜兰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满意度没有竞争力。然后这个竞争力很大的问题来自于说它的方法跟策略上面啊，比如说当然农业的发展，我现在就讲要去做一个健康产业、加工加值的农业，你让农业有价值，农业才保存得下来。那还有就是什么？不能只有观光，观光还要持续发展，而且发展的是深度观光、国际观光。可是除了观光以外，我们还要有产业，有产业才有根。有产业，它创造的是就业机会，创造这个就业机会，人才吸纳得住，人口可以保存，甚至于可以在人才的竞争，县市现在进入一个非常这个激烈的人才竞争，因为台湾的生产力人口即将开始下降，生产力人口下降，我们就变成抢人才大战。你如果没有产业，你如何去抢人才？宜兰会很快变成一个老人县。现在我们的老年人口比率已经13.7%了哈，所以我要发展包括产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产业是一个绿色经济、健康产业，但是我们也要做生态保育，才能够发展深度观光。还有呢，就是智慧科技，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智慧科技产业，因为我们距离台北很近，利用我们的好山好水，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就如同过去台北市有内湖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的软体园区一样，我们宜兰县作为下一个智慧科技的重镇这个是低污染、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现代产业。那这个要有产业才有根，那是我帮宜兰的发展，就是我们要有竞争力、社福力、国际力跟参与力的一个再现哈。那这4大面向是我的政见：经济力、社福力、国际力跟参与力。那么让宜兰人呢，我们不是只有喊环保，我们真正的去做环保。但是做环保不是饿肚子，不是抗拒产业，而是去发展的是绿色经济跟健康产业。那这样的时候呢，让宜兰人保有我们的我们过去一路以来一脉相承的健康永续的我们的核心价值。可是我们让环境健康，我们也让经济面也健康，人也健康，那这个宜兰才有未来。您对产业的想象，刚刚您有提到就是价值的农业，那还有什么像绿色经济？对，像比如说像绿色经济哦，事实上因为全世界现在为了这个抗暖化，那么大家都希望能够发展的就是一个低碳的这个科技，还有呢绿能的产业哦，所以像低碳的科技，还有呢就是说干净能源，还有绿能的这个产业哈，比如说像电动车啦，比如说节电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太阳能电板的这些产业，事实上都是在现代呢国际的产业竞争上面比较具有竞争力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为了要能够真正的对土地的一个保留，所以我们农业方面我们来发展这个加工加值的农业，以及呢比如说休闲农业哈。那我们把农产品可以加工变成生技养生的产品。那另外我们再加上生态的保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休闲的农业休闲的这个旅游哈，生态旅游等等。那这些也是一种
比较健康有序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像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就是智慧科技的这个产业，那么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让大家有工作机会，可是它并不是一种重工业或者是会产生污染的这个行业。那这样的话，因为其实这些高科技的人才，他喜欢有好的生活价值，然后生活品质，而且他希望不要离台北太远。其实宜兰就具有这样的优势。好，然后我们的房价虽然这几年在这个目前的政府其实有点带头在抬高房价，但是目前为止还比台北要便宜一点。那我们希望高科技人才到宜兰来发展，他买房子还不是像台北那么贵，可是生活品质很好，距离台北又不远，那我们可以吸引人才过来。所以这个就我刚刚讲的说，在产业面，在这个经济力的部分，我们要发展绿色经济、健康产业、生态保育跟智慧科技。那这个的话，需要一个具有现代观、国际观的县长，才有办法来付诸实现。其实不管发展什么产业，我们都一定需要用地。所以其实其实科大这件事都会很常报道到，就是不管要发展什么产业需要用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还蛮困难。不会，宜兰县的问题就是在过去，比如说它有宜兰市过去就已经征收好的土地，要做科学园区，现在还是一片的绿草如茵哈。那另外就是像立泽工业区，它其实整片的这个工业区，但是在过去吕国华的时代有招商，但是后来就停顿了。所以宜兰县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就是现有的土地就可以，我们并不会再去消耗更多的农地。那既有的农地，我是要让它能够继续的绿色生产，但是我们要让它这个产品能够是，就算你连种什么你都要去计较。你种的东西未来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高价值产品的这样的农业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具有竞争力。那这个就是需要政府有现代的专业，有这个科技观跟国际观，才有办法去引领我们的县民。否则的话，农民他往往是习惯性的，我过去就是种这个，我就继续种这个。但是呢，种这个的话，你可能其实你的附加价值是很小，你可能经常因为宜兰是一个台风很多的地方，所以你为了因应台风的话，人家一年做3期，你一年只能种1期，那你这样子你要怎么样可以活得下去？最后你就是卖掉，用农舍把农地卖掉，让别人去盖农舍，你可能其实反而赚的钱还比较保险一点，那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善循环就是说，政府要让农地的产出是一个高价值的产出，那这个从源头就要开始了。包括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土地，然后你要种什么，然后怎么种，那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你怎么样去加工加值等等，然后你怎么样去多元的结合包括说像我们宜兰县也有也有这个教学医院那这个教学医院他们其实可以来做这个旅游健检。做旅游健检呢，吸引民众来这边健检完，在这边多住几天，把身体调养好再回去。那你怎么调养好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很好的这个好山好水，那我们有这个温泉也有冷泉，那我们又有这么好的这些保存的非常好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你在这边吃养生的这个养生餐骑脚踏车在田野之间或者到山上做这个生态旅游。然后你再回去，那这个我们就还可以吸引到礼拜1到礼拜5的这个观光客来这边多住几天，所以这个是一个整套的规划。那我们的产业发展并不会使我们土地流失更多，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既有规划好的土地并没有被善用。所以在您认为观光跟农业一样是宜兰要继续发展的，但是竞争力还不够，所以您刚刚所提的，希望还要再发展这一些，做得更精致。对。要是以目前的话，目前的县长他在做的就是到处盖这种所谓5、6星级的这个饭店然后也到处很多的土地
经过都市计划以后，您觉得宜兰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那这个未来到底卖不卖得出去？然后你现在这个雪隧塞车没有解决，而且你没有国际力，你没有把你的观光变成一个更有深度的观光，你没有去投入心力去深化这个观光的深度，还是原本的岛内型的观光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来住的话，那么事实上你新盖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5、6星级的饭店，你只不过跟现有的民宿业者、现有的饭店业者去抢有限的那个客人而已，因为礼拜六礼拜天雪隧的容量已经饱和了，所以你只是去抢现有的客户，那这个对宜兰县的这个产值是没有帮忙的，所以你要有高的产值，你要用心去耕耘，那所以在文化上面，在生态上面，在农业上面的一个深度的耕耘，才能够创造我们更好的观光的资源，而且要去吸引我刚刚讲礼拜一到礼拜五2种客人，一种就是退休族，另外一种就是外国的国际的旅客。那你要怎么去吸引国际旅客？你的国际力就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些都需要去深耕，包括你的英语环境，包括你这个导览的这个深度，然后培养英语的导览人才，这些都需要一个有深度的县长，而不是一个花太多时间在做公关的县长。我想这些事情是真的要有一个县长他愿意把时间用在怎么样去深耕宜兰的价值。其实您在宜兰选，我们都说其实宜兰是蛮难选的县市，就是从前县长陈定南一将，大概只有吕国华赢过一次，其他都是民进党。而且宜兰县其实你没有什么澳援，对不对？就是立委这些其实因为他先前都失利了，所以他整个政治方面的资源现在是非常贫乏。对，那以您这样那么辛苦的选，而且其实还蛮多耳语的，就是针对您的未来的预测这些。那您现在这样子跑下来，其实会有后悔过吗？想说为什么我要跑到这里来，然后做那么辛苦的事情？刚开始下来跑的时候，2月19号提名，那刚开始下来跑非常的艰困，那不过其实一路下来，所以我们乡亲对我的评语就是非常的坚毅那我觉得其实确实是很难选，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这是一个价值之争，是在拼到底我们宜兰县的价值是一个表面，或者是一个内涵。然后所谓的民主圣地，那民主的意义在哪里？一定要有人诚心诚意的为了民众，为了宜兰来打拼，哪怕是可能牺牲，但是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价值之争。那其次，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策略那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我的经费也非常非常的少，不过我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我们的文宣诉求上面，去让民众有深刻的印象我现在真的是面临的是多重的考验，包括经费非常的少，那可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是发自内心，而且你是尽最大的努力，你就不会后悔。